再來看日本岡山學藝館高等學校呢，是有40個位師生來到台灣參訪，因是去到屏東的平陽高中。這兩邊的學生呢是互相來交流文化加 AI 的創作，甚至這平陽高中呢是透過表演，讓日本的學生會當體驗到台灣的文化。日本學生整齊有力的和太鼓表演，真有氣勢，震撼台下觀眾。平陽高中的合唱團嘛用歌聲來歡迎，因攏是對日本岡山學藝館高等學校來的學生。台灣和日本這兩間姊妹學校，透過音樂和表演交流，唔但各自展現家己的文化特色，嘛讓現場的老師學生感受到兩國的感情。台灣のご飯です。小籠包，台灣ならではの文化。さっきのダンスもそうです。雖然交流就是有點困難，因為我們有那個語言的隔閡，可以又透過那個肢體的語言去溝通。除了文化表演交流，兩邊學生閣做伙進行 AI 的創作活動。學生囡仔分組討論創意，運用人工智慧工具做影片，輪流上台分享因的作品。下暗閣有安排夾大的活動，夾大家庭帶日本學生去踅夜市，體驗上有台灣味的好食米。この交流はもう14年続いています。台灣と本当に親しくして、子どもたちが仲良く、そしてお互いの国を理解し合って、で仲良く世界のために一緒に仲良く頑張ってほしいと。用一個世界國際的語言，就是英文啊，一起在那邊交流。那今年呢，又來到我們學校呢，我們就用不一樣的方式，因為現在 AI 非常的。平陽高中表示，對2021年和日本岡山學藝館高校做姊妹校了後，持續推動學生交流活動，希望會當讓兩國學生有機會熟悉不同的教育環境，培養對話能力甲國際觀。未來兩校會繼續交流，讓台灣甲日本的感情愈來愈深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